我直行噶，啊車埋一站嘅巴士，係我有少少暈，就揩到佢。暈一暈撞九巴，四輕傷，司機變泥人。暈一暈之後又醒翻嘅，咪撞到咪正咯。一度成為泥人嘅司機53歲，星期六下晝2點半揸住架裝滿泥漿嘅泥頭車喺九龍灣啟福道九展對開，突然頭暈。以前我啊試過腦痙攣啊，所以我夜晚要食嗰啲防抽筋藥。架泥頭車撞到啱啱出站嘅九巴右邊車身，下層啲窗口位都俾佢掃爆晒，湧晒啲泥漿入去。有4個乘客，包括個2歲 B 女受輕傷，要送院治理啊！都食咗幾多年啦咁樣？我食咗幾多年噶啦。有幾多年嘅，但因為係一路 keep 住有揸車嘅運勢。有啊，不嬲有10幾年㗎。揸成30年啦。根據道路交通條例，故意唔申報有關疾病或者傷殘係違法嘅行為，可以被判罰款5000蚊同監禁6個月㗎。佢通過酒精測試，唔使送院，不過就要俾差人審問下啦。